来了说，我的地方，你拉把嘴，我不对你呀，对你来了情，我不了情。动手甲我拍，哪有这呢简单放你煞？想要造反，既然互我知影，本宫就要闹甲互你背受山。我爱心头怒火起，我心将你来教死，你给我等下，怕你唔知你。Hello， 我们的最后一大道，拍摄，搁互恁顶来一届吼，抱歉，让大家重来一次哦。我呢之后会注意一下这个网络呢，要每天可能要重新开关机一下哦，不然呢，这个网络哦实在不太正常。哎呦，多亏呢准备了很多内容哦，还被这个网络给毁了。想知道什么电信吗？没有啦，开个小玩笑，不能给人家毁了这样的商誉哦。这个呢，我们的问题，自己的问题哦，没关系，大家呢，陆陆续续的呢，重新进来一下，给大家说声抱歉啊。等一下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线上好友有谁再回来哦。回来的朋友呢，等一下跟我打声招呼哦。那呢，节目一开始呢，一样呢，我们重新来唱一下这样的多马调，做个开场等待大家呢回来的过程当中哦，跟大家说声抱歉哦。来，我们来聆听一下多马调。欢迎收听阮的电台，准时8点，互恁来笑嗨嗨，阮的节目袂凊彩，内容知识当时行。成灾才袂心惊惊，片段久含广播互恁听，祝恁精彩饱满大听。文化推动的电台，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您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大家呢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哦。很抱歉给大家呢重新来过一次哦。刚刚有重新进来的朋友呢，跟我打声招呼，让我知道呢大家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别忘记哦，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刚刚的直播影片呢，我也会回放一下看一下。如果说真的内容也还不错呢，我们就把它留在线上。如果说呢，内容呢从头卡到尾呢，那我们就不要留。跟他重新来讲一下明天的天气呢，这个台北地区哦，这个降雨的几率呢有60%。那呢，这个中部地区降雨的几率有20%，南部地区呢降雨几率呢有10%，那这个台东地区呢这个降雨的几率30%。所以呢，大家呢都要注意哦，这个携带一下小雨具，不管是你的雨衣啦，然后你的雨伞等等之类的甚至这样子的便利型的外套也给它带一下每个时段的小插曲哦，我们包容这个时段，因为天气关系，大家不要着急，让每个人呢在这里
这个文化的应用，好好的尽着美化空间，每个人的心呢能够活跃滋润你的观念。虽然呢，小插曲并不代表我们这里展现断断续续哦，能够呢，更美好的时光来陪伴大家欢乐，然后呢，福气，祝福大家美好的夜晚，感恩大家。哇，感恩我们的这个策哲，感恩你哦，很抱歉还好你没有跑掉哦，感恩你。360元呢？我们这个呢这个九雄问说360元，360元呢？这个是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这张专辑里面呢，是由我自己呢所唱的歌曲应该是说歌仔戏曲调。那呢，我自己下去做编剧完之后，你里面呢可以听到这个怒打金枝的整出小折子戏。那呢，它的售价是360元。在我们底下的资讯栏可以做购买哦。那呢，底下的资讯栏也有我们的赖群组哦，所以呢，大家别忘记加进我们的赖群组，有像刚刚这样的小插曲的时候，才有办法通知大家啦。很抱歉，刚刚有个小插曲，我们的直播有中断。那呢，我们呢有这个赖群组，赶快呢再给大家一个好消息，赶快再上播一下哦。今天的主题内容呢，叫做听见单纯声音，看见选择原谅的戏出。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在礼拜六哦，不止呢去了旗津玩一趟，去了左营呢看了一出戏。那呢，其中也到了这个一心原民戏剧坊呢，去给大家这个一下班然后。大家在练习的过程中呢，像这样一心原民戏剧坊呢，他们不是专业的歌仔戏团，他们呢是一个佛教团体哦。那大家都发个心愿，那呢一起来做这样的善事，做歌仔戏推广佛教文化。那呢，我其中听到一个大哥呢，他的声音非常非常的单纯，所以呢是。有我们已经唱歌唱过很久的朋友是学不起来的啦，这样很单纯的声音。那呢，一心原民戏剧坊哦，他们呢，我来业配一下哦，他们呢也有做这个咖啡饼干，但是呢还没上市，这个是试吃版本而已啦。他们用纯咖啡粉跟这个低筋面粉。然后呢，下去调制的咖啡饼干是手工饼干。那呢，我就跟这个议会团长所讲哦，为什么不做个公益义卖呀？让这个剧团有点收入这样子。我就跟他讲说呢，你看呢，一包卖多少钱？然后呢，一包里面装几片你告诉我。然后呢，放冷藏冰箱里面可以冰多久？可以保存多久？你都跟我说。那呢，我看订几包来分享给日照中心的长辈族群，然后呢，也给大家做个线上的港胸口部这样子大家如果有需要，有喜欢，做购买，甚至呢在社群做购买，然后我们就方便呢帮他们做寄出，也给他们呢一个这个剧团的一个赞助费用。那呢，他们就刚好在讨论到是不是又开始雾了有开始雾，我们就把这个镜头相反过来我刚才实验了一小下发现说呢，我们把镜头呢翻转一下，等我一下让大家呢比较靠近我一点，好像呢这样子的能量呢，大家比较接收得到，比较看得到这样子好。这个直播节目很忙拍谁啦？今天天气的关系，那呢这个网络有点不受控，那我们就大家一起呢来接受一下、接纳一下这样子的网络直播。然后呢如果真的太雾了，真的看不清楚了，也要记得跟我讲要随时提醒我，因为我不会随时知道这样子啦然后呢，他们也刚好有在敷面膜，
我就突然间想到哦，大家哦，你们有没有做什么保养的习惯？比如说吃颗喉糖啦，还是呢敷面膜啦，还是做什么样的保养？我在想说哦，其实保养不只是对于我们自己外在的皮肤啦，对于自己，不管是我们在唱歌的人甚至呢你私底下觉得酷酷少啦之类的，你也可以含颗喉糖。没有规定你一定要什么牌子啊，我们就来方便的这样子呢来保养自己哦。所以这里没有业配啦哈，我没有业配什么牌子，只是说呢跟大家讲一下说，我们不止外在要保养，我们也要保养我们自己的内在哦，这样子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雾啊？大家看得清楚吗？我自己这里的平板一看是非常非常的雾啦，我不知道大家前面的镜头是长什么样子哦。那我们就继续讲下去。那呢，大家有什么问题就提供上来给我们哦，我再来切一下这个奇怪的网络哦，真的是。再来给大家唱一下歌曲，等一下跟大家继续讲下去。我们来听一下呢这个七字调。用新卡北北照三观，以及四盆牡丹摆四位，给大家唱个歌曲，大家不知道是否听得清楚这样子哦。新卡北北照三观，改换所有会中原，放下世量是无人管，一心只想保全。四盆牡丹摆四位，无风无雨花袂开。等待三家来当落水。落花心花会照开。欢迎我们的皮筋儿小蘑菇，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哦。哇，这个镜头好像越来越雾了哦，我给大家切换一下网络好不好？这个镜头好像越来越雾了，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们的镜头前面是不是看到很雾的啦哈，但是呢，我的镜头前面确实看到非常非常的雾。我给大家切个网路，会稍微停个1秒这样子哦，我们来测试一下哦。OK， 这样子呢，试试看会不会比较清楚一点哦。等一下，我们来测试一下哦，因为呢，刚刚好有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所以说呢，我也希望这个直播节目不要中断啊，所以说呢，给大家切个网路，看一下是否呢，比较好看一点，这样子有没有比较好？好像有哦。好 ，OK。今天的直播内容呢，叫做呢这个听见单纯声音，看见选择原谅的释出哦，比较清楚了哈，感恩我们的921大的回复，感恩啦，掌声鼓励一下，也感恩一下我们的网路哦。我最辣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我跟你讲，搁安那落去吼，拢要流唱歌。我真的热到一个不行哦，这样子哇，一直那个不会，我告诉你，不用到剪细尾，
我会多讲给大家。既然呢今天是我的问题哦，我就要回馈给大家，我就多讲一点。好，我们今天到9点半，这样好不好？大家如果线上朋友等一下没有事情的人，可以陪伴我到9点半吗？可以的，跟我说可以。好，这样好不好？好，我们给大家多一点的时间。好，抱歉，刚刚是我的问题。好，今天到12点哦。我怕这个邻居会抗议哦。如果到12点的话，既然我们的网络这样子回归了，我就可以把它把它的镜头呢切换回来。好，我把它切换回来，这个比较好看的位置这个阿朱的位置来，我来切换回来。OK， 拍谁今天真的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多，可以说浪费时间明天就正常了明天我们祈求明天网络就正常了今天的这个内容呢，跟大家讲到我去看了什么戏呢？我去看了呢这个明花园天字戏剧团的这个金王传说。他在说这个金府元帅这个金府千岁的故事那呢非常非常好看。他用了他的前世来做铺陈，再到呢他的成仙，以及呢前世呢他所杀的这些仇人变成这些妖怪妖魔鬼怪之后呢最后也是选择了原谅他。利用这样的木头呢给它雕了这样子的雕像起来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有兴趣这一出戏的我不要剧透太多了我这样子轻松带过呢，就是呢不要剧透太多这样子欢迎我们的这个 N23Y 大，欢迎你上来很久没有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了刚刚呢是一个小插曲刚刚呢好不容易讲到哇，都30几个人在观看了，居然呢对，就不小心这样子没关系，大家呢别忘记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帮我分享给你身旁的好友。刚刚呢讲到这个明华园天字戏剧团，由我们陈昭香老师领衔主演的这个金王传说。那呢当中我们不要剧透太多的剧情。那呢这当中呢有选择，有到敌对当间谍的，有呢恋爱的故事，有战争故事，有原谅的戏码，以及成仙的戏码。如果呢没有看到这一出戏的朋友呢，也不用担心在我们呢国历的11月10号，国历的11月10号一边听一边抄笔记国历的11月10号，在我们台南的成功大学光复校区，在我们台南的成功大学光复校区，户外的草皮要来公演这一出戏那呢是免费入场的。所以说呢下礼拜一我们有可能直播会暂停一天。这一出戏实在太好看了，100分的好看哇！在我脸书呢也有 po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有南部的朋友，在下礼拜这个礼拜一11月10号这个在成功大学的光复校区，别忘记去看一下明华园天字戏剧团的这个金王传说给他们一个掌声鼓励鼓励。而且呢这是一个国家的赞助专案，然后呢他们把一个新的戏出把它演到室外公演来看，所以说呢非常的棒。我们呢要记得如果有空的话呢去观看一下。再来唱个歌曲，唱个我们刚才有唱过这个七字调对不对？我们来唱一下七字
连空奏哦，也感谢今天上来的朋友哦，不管是我们最后一大大，我们的策哲，然后呢，我们的九雄，我们的皮基呢小蘑菇哦，哈，我们的 F 大大，我们的N2KY K3Y 大大，以及呢，其实我们刚刚还有淑英姐有上来啦，然后呢，还有我们的小朋友有上来我们的雨涵电台，但是呢，刚才有中断过也没关系，我们呢来唱一首七字连空奏给大家听一下哦，给大家说声抱歉，等一下再跟大家做解释哦。秋难改，中中心事随人知。愿夫妻和爱呀。已经上水七十，双手将人笑海海，相亲相爱，伊爱阮对心也歹咧啊，实在太爱乱来。我回府好受，亲像姑娘，受鬼又分开。风风计笑鸟无悔，注定悲哀。伊不迎春山叫我自带，往下成天台过牛排。冤家当阵啊，当心抓住财，情深渐将相地带，何言伦理何以知？何以来拜解？哇，我看到呢，我们的这个 BOM 大大说 Chinese Opera， 没错 ，Chinese Opera 就是东方歌剧哦，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台湾的这样的歌剧非常不一样哦，是我们台湾的歌仔戏。那呢，这个中国大陆那边呢，他们也有歌仔戏，他们叫做湘剧有这个沉香的香，上面有草字头他们叫做湘剧。那呢，国外称我们就叫做 Chinese Opera。感恩我们的这个 BOM 大大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那呢，请容许我喝口水。很抱歉哦，今天呢，会给大家直播到9点半，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说呢，你没有在忙的朋友，甚至说呢，你刚刚稍微忙一下，回来听一下直播内容的朋友呢，欢迎你陪伴我们到9点半的时间哦。这个美观的唱腔城市活跃哦，每个人在美好的时光夜晚文化的观感时段，展现胸怀，能够带给大家呢美好的夜晚，共度美好，让大家都能有这个灯塔的感觉哦。应用在你心柔性的这个唱腔，带给每个人温柔哇。
这个空间呢优过更香，谢谢大家。也感谢我们的策哲哦，这样子不离不弃哦。策哲呢是我们上礼拜开始认识的新朋友，是我们台中的朋友哦。大家呢听一下他的故事哦，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那呢策哲也不要疑惑一下哈这个故事呢就是策哲呢他是一个脑瘤的患者，然后呢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哦？大家呢，如果呢，有这样子，走路呢，或者是呢，牵机车呢，有这样子摇摇晃晃的时候呢，就要去检查一下这样的身体哦。他就是呢，发现他自己在牵车的时候，发现呢，牵不太起来，就去检查了哦。发现呢，这个脑中呢有一颗像这个鸡蛋这么大的这样子的脑瘤哦。那去开刀之后呢，当然也会像这个中风患者一样，就要拄着拐杖。但是呢，他非常快乐的去过每一天。他就呢带杯咖啡去公园呢散散步坐一下，坐会儿。那呢，他的心灵呢也非常的好，你看呢，他都非常的正向，给大家做一些回馈哦。这也带到呢，上周呢，我不是跟大家讲说，我爸爸去这个大医院呢去检查这个推爪这个带状性疱疹，结果呢，一检查出来之后呢，照一下这样的超音波啦，结果呢，不是推爪啦，不是带状性疱疹啦。是这个泌尿道感染啊，难怪呢，怎么吃药哦，怎么痛，怎么吃药怎么痛啊，真是天大的误会哦。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哦，去检查完之后呢，他就半夜哦，这个半夜1点多呢，说，能不能来骑机车来载我们哦？但是骑机车一次只能载一个啊，所以呢就分开载。第一开始呢，载我爸再来呢，再载我妈这样子哦。那呢，这样分开载回来之后，我就想说不然呢，路上买点吃的，不然呢，他们都这么晚回来了哦，就路上买点吃的。去买这个包子的时候呢，他说呢，你要普通的巧克力包子，还是呢，你要爆浆巧克力哦？当然了，听到这个爆浆巧克力一听就觉得说这个爆浆巧克力非常的好吃哦，我们就选择这个爆浆巧克力。这个呢，我妈喂我爸呢吃第一口而已，哇，这个爆浆巧克力有够爆，一爆呢爆到他整件裤子都是哦。那呢，我们大家就很欢乐就我会给他拍照起来大家就笑嘻嘻的这样子哦，想说这个没事选什么爆浆巧克力哦。那呢，我以为只是因为这个我爸是病人所以我妈喂他呢不好喂，所以说呢才会这个爆浆巧克力呢才会爆的全身都是哦。结果不是，我自己呢一咬下去哇，爆的整只手都是，所以呢就发现说原来呢不止这个病人吃这个爆浆巧克力的包子很危险哦。自己吃呢，就算即便是正常人来吃呢，自己也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但是呢，当中呢也跟大家讲即便呢我们毁了一件裤子，我们还是非常的欢乐。那呢大家呢在这样的欢乐当中呢，我爸也开玩笑的说呢不然我们租个店面去他隔壁呢卖个衣服啦，卖个裤子啦。推荐大家点那个爆浆巧克力哦，我们的生意就来了这样子哦。所以说呢，在这样子欢乐的当下呢，不止在我们直播当中，在我的家庭上呢，也是可以这么样的欢乐。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聆听雨涵广播电台的朋友呢，也别忘记哦，也要把这样的欢乐呢，散播给你的家人，散播给你的朋友，这样子好吗？很搞笑哦，我以为只有他吃会这样子爆的整个都是，就会想不到呢，紧拍谁啦，我自己也爆的整个都是，差点呢我自己的裤子也毁掉了再来，我们再来听个歌曲，这首歌曲呢叫做我们的7字连7字摇板跟带7字1，
然后呢，我相信呢，大家这样子一直听我的声音呢，会觉得有点嘈杂，所以呢，给我喝口水，我们休息一下。我怕大家呢，我这样子一直讲哦，大家会觉得声音很嘈杂。来，我们来听一下七字连、七字摇板跟这个带七字一起来聆听一下喽。王子做事理不明，言说互人心头痒。动手假死啊，医生病，待好恁跳心不惊。驸马巧心无情意，更为爹娘啊忘妻离。风风翻飞啊，冲了去。军内去人啊来吃苦伊，大水风管难消去，听歹八宝金相依，驸马无够找情义，并父王言天意。为什么给大家唱这一首七字连、七字摇板跟带七字一呢？是因为我到时候要带出去比赛啦齁，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是在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在最后呢，这个驸马打完这个金枝之后呢，他赶快要逃离现场了啊，唱这个七字连。再到这个七字摇板，这个带七字一呢，由这个公主呢来收尾。她决定了一定要去禀告这个她的皇上，她的父皇哦，来让他知道呢，来严惩这样的夫君哦。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JOE 大大说呢，不会吵杂啦，感恩我们的 JOE 大大啊，你的支持，感恩你。也欢迎线上的各位好朋友哦，不管我们JOE大大、我们的车哲、我们的九熊、我们的皮基呢小蘑菇，然后呢我们的 F 大大、我们的2K3Y 大大，以及呢我们的 BOM 大大，都感恩大家。刚刚其实还有我们的书音呐，还有我们的小朋友啦，各种小朋友的支持感谢大家。还有呢，我们的策者说每个人呢都有美好的时光，时间上呢只是一个停留而已。无论呢它是一个铜像，无论呢它是一个环境，我们都能克服把自己这个文化的气息应用在每个人美好没有障碍的一天。只有通路应用气息也美好的短短时光能够陪伴大家。无论呢你是在哪个地方，每个人都享有呢这样子美好的心灵的共度夜晚陪伴，感恩大家，也感恩我们的车者，感恩我们线上好友哦。今天呢，还有一些新闻的资讯跟大家讲一下了哈。我们呢，网络上呢，我们的范云呢有在讨论哦，说呢，这个腹式呼吸法，他不知道呢，要用这个鼻子呼吸，还是要用嘴巴呼吸哦。跟大家讲一下，腹式呼吸法呢，没有规定你一定要用这个嘴巴呼吸啦，还是要用鼻子呼吸。只是说呢，在正常的我们在讲的这个腹式呼吸法呢，是用这个鼻子来呼吸，可以把呢这样子的注意力呢放在这个鼻子的前端，甚至呢放在这里这个人中的位置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那呢，如果你用嘴巴呼吸的朋友也没有关系哦，
因为呢，我们偶尔会有感冒啦、鼻塞啦，又甚至像我这样子一边主持电台，一边呢来跟大家一起做这样的腹式呼吸法。所以说呢，用嘴巴呼吸也可以，只是说呢，会比较呢，口干舌燥。所以说呢，这边呢回应一下范云，所以这个腹式呼吸法不一定呢，你一定要用鼻子呼吸或者是嘴巴呼吸，其实都可以。只是说呢，正常来讲，我们大家会用鼻子来呼吸，因为呢，嘴巴呢容易口干舌燥哦，嘴大安内的对了哈。再来呢，也感恩我们的邓先生，我们的邓老板呢的回应。他说呢，这个佛要金装，人要衣装，赞，感谢我们的邓老板的回复哦，真的，这个呢，佛要金装，人要衣装啦，也就是呢，我们的形象上，不止呢，我们的脸蛋，我们的衣服，然后我们的内在，我们的发型等等之类的呢，都要让大家呢感觉我们有正视，有注重这个环境，注重这样的场面哦。今天的新闻呢，有一个是这个台中哦，台中这个乌日地区哦，有这个房客呢，用这个车子哦，用这个汽车呢，冲撞这个房东的这个家里啦，应该说前房客哦，他冲撞他完之后呢，就放火烧了。那呢，这个房东呢，以及他的这个房东的儿子。不知道7岁还是14岁的儿子哦，就这样子烧死了这个跟房东呢都过世了。所以说呢，当然如果你是做房东的人，他呢签约上哦，这个房客也要注意了哈。这个房客呢不满呢，就给你车子冲撞啦、放火的啦都有啦哈。当然世上有百百种人，只是说呢，拿着这样的新闻跟大家呢提点一下。提醒一下哦，今天有这样的新闻。另外一个新闻呢是前辅导长哦，他做完辅导长之后呢，离职完之后，他去开了一间店面。那开什么店我不知道了哈。但是呢，开完之后呢，去伤了这个前女友跟这个前女友的姐姐哦。原本呢把这个前女友呢就这样架着，结果呢警方到场之后呢就有劝说了他，劝说完之后呢这个辅导长哦，这个前辅导长呢，他就因为呢也知道呢会被抓，所以说呢他就自己跳楼身亡了，就坠楼身亡了。所以说呢交往关系上大家也是要注意的哦，用这样的社会时事的议题，用这样的新闻呢来跟大家呢提醒一下。来，等一下呢再来跟大家唱个歌曲，然后呢跟大家讲另外一个新闻，是非常非常搞笑的新闻哦。等一下呢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呢我们来唱个歌曲，我们的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是在我这个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这个驸马要出台所唱的歌曲，可以听到呢，这个驸马呢非常的有气势哦，非常有 power。那呢，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感恩大家。太祖金雕娘红兵，贵妇提君王受礼听，唯独公主不遵行，驸马怒火满心平。疲劳性病，叫万姓。尊心加倍不将礼敬，听说笑歌乐观地因，回顾罪义论分明。
呀，山灵家伊小小红灯，困在道边，天里情影，不由过的爱，红花景。这首呢是我们歌仔戏曲调的电视歌仔戏曲调，这个莲花铁三郎的后半段以及风萧萧哦，表示呢这个驸马呢这个男生角色哦，他要出台的时候呢，非常的生气，所以呢就用这样的曲调呢所诠释。然后我们一路打今日的 CD 专辑，在我们底下的资讯栏连结可以做购买哦。我来看一下策者所说的腹式呼吸法，在你的鼻腔吸入这个空气，然后呢唇入这个嘴里，然后呢中钢铁在这个下丹田。然后呢，慢慢的，你的嘴巴呢不要太开哦，这个呢稍微运用气息这样子呢它会在你的这个当前哦旋转你的额头的气息，会有美好每天的时段这个吸气这个顺顺的感觉哦，然后呢稍微存入它的这个气场。到你的这个丹田、下丹田，然后呢旋转到你的额头，我们的气呢，无论走路，无论睡觉都可以应用哦。哇，这个策者哦，一定是有在练习这个腹式呼吸法的人他非常的有感哦，有这个体悟的感觉。所以说呢，他也在这一些影片的下方也都有做留言哦。都非常感恩我们的策者，感恩您。我最辣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刚刚呢讲到呢，我那一天礼拜六那一天呢，去看了这个明华园天字戏剧团的这个《金王传说》，就在看完戏的当下呢，突然有一个声音呢走过来呢，悄悄的说：“雨涵吼，这样子。”你想说，是谁呀？这样子哦，我转过去，我还没有认出他是谁哦。结果呢，他就跟我打完招呼之后呢，跟我聊了一下天，跟我说呢，我有在看你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的直播节目，然后呢，你的专辑卖的好不好啊？等等之类的关心哦，也感恩我们的线上好友，我们的文文哦，感谢你的支持，然后呢，给予关心哦，我也想不到呢，去看别人的戏哦，有办法遇上我的戏迷，然后感恩你的支持，然后呢，非常感恩你的关心。然后呢，大家呢出门在外注意安全，所以说呢也广告一下这一出好戏，在我们11月10号呢11月10号在我们成大的光复校区呢，还有我们这个明花园天字戏剧团所带来的这个金王传说是免费入场的哦，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呢，线上的好友别忘记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哦。刚刚呢，我们呢因为有前段直播跟这一段直播，我应该会留这一段直播啦，前一段直播应该不会上传上去吧？我在想了哈，刚刚前一段直播大家应该听得有点小痛苦哦。来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的一个新闻哦。一个酒醉的妇女呢，她呢，因为她有个神经痛不知道是哪里痛哦，我忘记抄了。那呢，一个地方呢，她一个神经痛呢，结果呢，她就去寻求这个警察的协助，因为呢，她呢这个酒醉的当下，所以呢，她去这个警察局呢，跟警察讲说呢，你可以呢带我去这个精神科吗？
啊，其实我们神经痛哦，是去这个神经科，对不对？甚至呢，你是半夜的时段，我们是去这个急诊室哦。但是呢，因为他酒醉啦，他就不小心讲错了，他就说呢，可以载我去这个精神科吗？那呢，警察也又问他啦，确定是去精神科吗？那他就说对。对啊，警察就载他走了嘛，就带他去这个精神科啦。结果呢，一关哦，被关了不知道10天还是1个礼拜哦，他就被关在这个精神科里面啊。当然哦，他就说有被这个不管是绑起来啦，然后有被殴打啦，还是怎样子。那呢现在呢也去验伤了啊，也要去告这个精神科哦。那呢，当然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啊？我们不知道。或许他是喝醉酒了，那伤了自己也有可能哦。那呢这是一个蛮搞笑的故事，所以呢跟大家讲，这个精神科跟神经科是不一样的哦，不要去做科了。就跟我爸呢这个看了很久的这个皮蛇这个带状性疱疹哦，结果其实只是这个泌尿道感染一样，所以呢有问题寻求大医院，然后呢记得呢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查，这样子哦。Hello， 欢迎我们的 PYRO 大大，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对啊，追欧一大大很搞笑哦，真的，他就讲错科了，而且因为他也在酒醉的当下，所以我在想，应该也是因为酒醉的当下哦，所以这个警察呢也不怀疑吧，可能就也确定说，你真的是要去精神科吗？确定好啊，我就载你走啊，所以呢就把他载去精神科了哦。这是一个蛮搞笑的故事。那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如果你要去这个，不管是要去神经科啦、精神科啦，去各种科呢，都要注意一下，不要去错科了哦。再来跟大家讲一下书籍小知识咯齁。今天的书籍小知识呢，所跟大家讲到选择这2个字，在书籍上他所说不管一个产业、一个公司，甚至呢，你决定留下来，甚至呢，你决定不留下来，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所以说呢，你不能怪别人啊，选错了呢也没有关系啊。选错了我们就及时停损而已啊。选错了，勇于抽身，我们再重新来过，那不就好了吗？毕竟呢，人生是自己的，不是别人的。所以呢，你如果觉得呢是别人的错，那也代表你的选择权在于别人身上，不是吗？所以呢，这样的书籍小知识呢，我觉得也挺有道理的哦。他说呢，没有其他人需要呢为你的选择而所做负责哦。这是其中一个书籍小知识。那呢，另外一个书籍小知识呢，他就说你在面试的时候，是否也有遇过这样的面试官考你很难很难的问题？那你会选择说呢，我要逞强的跟他回答呢，掰一些话题装作我很懂还是呢，我要直接跟他讲说呢，这个问题我不会。他说呢，有些面试官故意考你呢很难很难的问题呢，是要呢看你面对这样子根本不会的问题呢，你会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回答？你会不会跟他老实说呢？这个问题我不会呀，这个问题呢，我还没有学到这个问题呢，我只是初进的员工，我只是刚来面试所以呢，我可能不太懂。你会用这样子的回答方式吗？还是你会逞强的告诉他说呢，这个问题我很懂这个呢不懂装懂呢，反而呢会让你乱答一通哦。跟大家讲到这里呢，刚刚也跟大家唱了很多首歌曲，我来看一下我们来唱一下这个都马调，是呢在我到时候要去比赛的都马调，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那呢，等一下呢，再跟大家继续聊一下。等一下会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洋葱长得多高了哦。线上好友，欢迎我们的最后一大大，欢迎我们的彻哲，欢迎我们的九熊，欢迎我们的皮筋和小蘑菇，欢迎我们的 F 大大，欢迎我们的 N2K3Y 大大，欢迎我们的 BON 大大，还有我们线上的很多好友，还有我们的 PYRO 大大。线上如果还有其他好友，也欢迎你跟我打声招呼，然后呢，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帮我分享出去。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哦。先来聆听一下这首《都马调》。中行必挂，将军神礼来拜，我并好一条江，将伊西。学习食酒，是我不介意，叫做将兵，夫妻才能在和谐。听你声音，这是你的错，本宫有缘要过庄，你有能来我何？照拼照行，我拢有照做。疼你怪爱，免来啰嗦，带你见面，你呀做行，怎不对你呀？对你来量情，我不了情。这首呢，这个都马调呢，代表呢这个驸马呢都行了这样的君臣之礼了，都下跪跟他道歉了呢，这个公主还是不原谅他哦。听起来如何呢？我一个人哦说下去，又唱男生又唱女生，听起来如何呢？刚刚哦有跟大家讲到呢，要给大家看一下洋葱，就为什么我们开始呢布置变得不一样哦？你看哦。布置了这样子的假树，是不是非常的自然的感觉啊？为什么要布置假的？为什么不种真的？因为我如果种真的呢，这个植物呢还需要去照阳光，所以呢，我就要去把它拿上去照一下阳光，再拿下来，拿上去照一下阳光，再拿下来哦。所以呢，我们选择呢用这样子呢，感觉呢也是一个自然界的假树。那呢，也没关系呀，也漂漂亮亮的，也放棵圣诞树，给大家呢提前呢来过这个圣诞节的气氛。那呢，下面呢所放的呢就是我们歌仔戏的头饰。那歌仔戏的头饰哦，就装作呢是我们这个圣诞节的戏曲界的圣诞树啦。是不是不一样的感觉呢？而且哦，这个歌仔戏的头饰是我自己下去制作的。以前呢，还有空的时间点呢，我会自己下去做头饰。那呢，这个头饰也做了好几年，帮好几个老师服务过。那呢，做了这个头饰。另外呢，在看洋葱之前哦，给大家先看一下那个呢，我经过了这个弥陀呢，因为要骑经过左营之前呢，要先骑经过弥陀。所以呢，骑到这个弥陀的时候呢，我看我的右手边，哇，写着菜苗2个字，我开始好奇了，这个菜苗哦，不知道种不种得大呢？所以说呢，我就不小心买了一些菜苗，给大家看一下菜苗。但是呢，我先用这个花圃种，这个用盆栽种。那呢，到时候慢慢长大的时候呢，会慢慢的移株到其他地方会移株到大的地方。只是说呢。我们先用这个盆栽种呢，看它慢慢长大的感觉哦。这个呢，这一盆，首先呢，先看到呢，这个叫做那个雪翠高丽菜，前面呢叫做雪翠高丽菜，那呢后面呢是我们这个黄色的甜椒哦。开始这个做这个农夫的生活了哦。这个是我们的菜苗。那呢，我先给它种在小小的地方，让它先长大一点点，再把它移到大的地方哦。这是一个实验场。那呢，当然
这是需要晒太阳的啊，所以每天都会拿上去晒太阳哈。这个跟大家解释一下。再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盆，因为呢不止买一盆哈，拍谁？再来呢，又有另外一盆哦。这前面呢是我们的这个黑美人的这个番茄，这个黑美人的番茄。然后呢，后面这个呢是日本的茄子，哇，越来越多哈，种了越来越多。那呢，当然哦，这到时候呢会拿上去呢晒太阳真的到时候会拿上去晒太阳。那我们一天一天呢，可以看到它慢慢的长大啊，就是一个自然界的非常不一样的感觉了哈。来，我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哦。我讲到这个关一地老安的这个策者说呢这一种文化美好打入歌仔戏的专辑，能活跃每个人这样子的情怀，带给大家呢欢乐这么美好。每个人呢都有美好共度的性质，有能力的人可以呢收藏专辑哦，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呢能够带动在每个人，帮助每个人活跃应用呢，我们没有停留的一天，只有通路应用。老师上课是一种学习营养哦，你的主观、你的客观都有美好的一天。希望大家不嫌弃来到这边文化气息的畅销，带给大家每个人的温暖。CD 专辑非常不错，如果你们喜欢的人可以购买回去静静悄悄的欣赏，它会有好温暖的文化气息。谢谢大家。哇，感恩我们的策哲的推荐，感恩你。哇，下一次呢，我们就可以有机会来做个合作。感恩我们的策哲的推荐哦。也先感恩一下这一张一怒打金枝 CD 专辑的合作老师们哦，编剧，然后呢后制剪辑啦，然后呢这些录制啦，以及呢海报啊等等这些呢，都是由我自己本人钱蛋雨涵本人下去做制作。那呢由我们的台语文编修老师翁七霞老师，以及呢音乐设计、音乐的录制呢，是由我们桃园的大明园歌剧团，我们的谢香涵老师、谢学祥老师以及谢学成老师这几位老师跟我们做合作，感恩你们的合作，才有这样子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以及呢雨涵广播电台的莅临哦，感恩。我最辣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感恩这些老师们，然后呢，也感恩我们很多的寄售店家哦。晚一点再跟大家广告，不然呢会讲太久这样子哦。然后呢，这个玉楼说呢，我来了。然后呢，我自己呢也有种玉兰花哦，花苞很香嘞，那个玉兰花的花很香哦。玉楼如果有多种这个玉兰花呢，它如果有这个花苞呢，欢迎寄来台南给我。甚至呢，有机会我们碰面的话呢，这玉兰花哦，非常的香。可以作为不管是供佛啦，然后供神明啦，甚至呢自己放在房间里面也非常香的，所以这个玉兰花非常非常的棒哦感恩我们的玉龙。对，快变农夫了哦，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颗洋葱，有点夸张但是呢大家也不要嫌弃哦，大家所看一下。经过我们这个1个礼拜的种植洋葱的过程当中呢，不小心呢，它就变得这么大颗了，有点塞不下。我那个书桌呢有一个层板哦，然后呢再来就是它的电灯了。现在呢放在那个层板，它已经顶到那个电灯了，它必须得放在我的书桌上了所以说呢，由于我们1个礼拜呢细心的这样子给它换水呢，有我们这个线上的好友，不管我们的策哲、我们的Joey大大，我们线上各位的好朋友呢，给他一种福气，给他一种长大的能量哦。他不小心呢，1个礼拜就长了这么大颗了
再来呢，就可以开始采收喽。嘿，没错啊，生姜在哪里呢？哈啊，生姜再给你们看一下哈。这直播的广播电台呢，越来越像呢一个农夫在卖菜的电台了哈，越来越不一样了哈。这个我看一下，这个你的生姜呢放平，如果呢它有发芽朝上你要有点水，如果呢不要有水呢，就喷它对，它会干的哦。没错没错，所以说呢，我偶尔呢，我不是用喷的哦，我跟大家讲，这个姜呢。我偶尔呢去给它用水龙头浇水，浇完之后呢沥干之后，它就放在这上面它就自然的就会阴干了哦。你现在在饲养玉兰花好，你种完之后呢，分享给我们分享给我们然后呢我在直播上再感谢你这样子这电台越来越怪了真的是搞笑型的主持人。生姜呢，其实浇点水，它的在长大呢也是非常的快。你可以看到它1个礼拜呢，也是开始这样子在发芽哦。那呢，我主要呢，为什么我没有把它种进土里呢？我也是想要观察呢，它长出来的芽、长出来的叶子呢，会长成什么样子哦。所以说呢，我想要观察一下，我才没有把它种进土里啦。不然呢，我有1盘的姜可以种了。越来越像农夫的广播电台，然后呢，也感谢一下我们这个一心原民戏剧团的咖啡饼干，给大家业配一下一心原民戏剧坊的这样子的咖啡饼干，他们自己呢用这个咖啡粉，然后呢用面粉呢自己下去制作的。那呢目前还没有开卖，是呢我提议跟他们讲说，这么好的商品，这么好吃。你剧团也没有固定的收入，你们演出呢都是免费的，那干脆呢拿出来做贩售，拿出来跟大家做个结缘。那呢你去估一下你的成本多少1包卖多少，然后呢冷藏可以放多久，那呢我来帮你做贩卖这样子所以呢之后呢我们也会开始贩卖这个一心原民戏剧呢所制作的这个咖啡饼干。那呢大家有缘的话呢可以试吃看看真的不错吃，而且呢是纯天然的纯素的这样子来，再来呢花苞只开3朵，然后呢等到我玉兰花养的概念的话呢再分享如何养殖没问题，再跟我们线上来做这样子的分享让我知道说呢玉兰花好不好种啦，以及呢地瓜如果发芽它是有毒的所以呢如果发芽的呢这个地瓜跟马铃薯记得不要吃线上好友，如果呢你还不知道的朋友，因为有的人那在说好像 kill seed 什么叫 kill seed？ 就是呢这个东西呢我们食物呢要丢掉呢，我们又觉得浪费所以说呢有时候其实看到这个马铃薯发芽的时候呢，有些人他也会把那个芽还没长得很多的时候稍微挖一下或者是我不要吃这一半边这样子就好了所以说呢大家要注意如果说呢这个马铃薯以及呢地瓜所发芽了，它是有毒的也不要吃下去我们侧折呢是我们这个流水席的中破塞虽然已经退休了，还有很多这个煮菜以及呢这些养生的知识，所以说呢线上好友也都可以去给他请教一下现在我种的玉兰花呢陆陆续续呢开了几个小花苞，没问题再跟我们线上做分享一下来给大家做分享说呢你怎么种植出来的它的香味很香所以说呢如果有到台南一定要带几朵给我让我呢来分享一下感恩。然后呢广告一下我们一怒打金枝 CD 专辑的寄售店家
如果呢你不想要在线上购买，我们有寄售店家可以做购买哦吼。跟大家呢说广告一下，在我们乌来老街新北的乌来老街海角8号咖啡厅，可以购买到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以及我们台南地区有很多点哦。我们台南地区呢，在我们南门假日花市里面呢，我们的南门水晶店，以及呢南宁街的南宁果汁餐饮店。还有呢，我们福吉路台南的福吉路的 QQ 宝早餐店，还有呢，我们开元路以及南园街的这个龙凤同心意面，还有我们这个府前路的巷子里面这个丽华印刷厂，可以购买到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如果呢，在这个丽华印刷厂购买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呢，老板这个胡神爸爸会亲手冲泡他所喜爱的这个意式浓缩咖啡，请你喝哦。所以说呢，如果有来台南玩，也欢迎呢到这个丽华印刷厂来坐一坐。丽呢是这个站立的立，华呢就是草字头的华，可以欢迎大家到丽华印刷厂来坐一坐。以及呢，在我们台南的西市场，我们的开亚手作永生花也都可以购买到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哦，感恩大家。那呢除了这一些寄售店家以外，也感谢帮我们张贴呢我身后这个海报的店家哦。不止呢，在我们这个台南出名的这个书城呢，我们的正大书城，感恩我们的正大书城帮我帮小弟呢张贴我们一路打金枝 CD 专辑的海报，感恩你哦。还有呢，我们这个西市场的旁边这个点缀手作的材料店也有帮我们张贴海报。还有我们南台影城的隔壁的饮料店也帮我们呢张贴我们一路打金枝 CD 专辑的海报，还有许多店家都感恩这些店家这些福气了感恩你们帮这个雨涵电台呢衬托一些观众朋友，也感恩我们线上的好友们。也因为有你们，让我呢这些公益场合越接越多场也让呢这个日照中心的长辈，我们呢11月呢也会去到鼓山去做演唱，也感恩呢鼓山的这个常见的这个照顾中心的邀约，感恩您哇！感谢我们线上好多好友然后呢，大家别忘记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那呢，这个网络我会赶快再测试好抱歉大家。开好多玉兰花，然后呢，我看一下开好多玉兰花，我跟你说，我送给你感恩我们的韵柔，感恩你记得开的时候再跟我讲一下然后呢，每周一到每周五晚间8点上来聆听一下直播节目。我来看一下，最后呢，先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叫做我们的怒骂调。怒骂调呢，是我们歌仔戏曲调里面的电视歌仔戏曲调，代表我很生气的歌曲我们来听听这首怒骂调。有点诡异在我们这么和谐的电台里面听个怒骂调我们大家听听看怒骂调是什么样的歌曲。心惊胆战怕悲哀，哪敢当唱试看卖，想兵做事想摇摆，定调打落逼你上地界，带动两组万金之躯，怎能惊你？
歹势咧，唱到一半我袂记歌词呢哦。跟大家说声抱歉，突然间哦，脑中一闪神，然后就忘记歌词了。唱一半，明天补唱给大家。歹势。虽然啦，剧本就在我后面啦，来啦，补唱给大家。歹势哈，给大家落了歌词。尴尬了哦，自己的这个专辑内容自己还忘记哦，很抱歉，因为这个事情真的有点太多了。然后呢，这礼拜也会有一场呢是日照中心的，我们再重唱一次哦。来，我们再来重唱一次这个怒骂调，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看看哦，是不是有宕机还是没有？有宕机还是没有？我看不到大家的留言了呢，看下那样应该没有了，应该没有了哈。OK， 好。来，我们来重新聆听一次这首怒骂调，抱歉喽。心惊胆战化过爱，哪敢当唱是歌卖，想兵做事想摇摆，定调打落逼你上地界，带动兵自万金之躯，带领阿头来认输。我是拍金师傅，你免闪避啊，无通寸久。歹势因为我们刚才又重唱一次啊明天我会认真的把它背好，我们再上来唱哦。因为在礼拜四就有一场这个日照中心的演唱会活动了，所以呢，不得不把它背好很抱歉大家呢又陪我呢再练唱一次感谢大家，感恩我们的淑芬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我们的淑芬姐终于出声了，感恩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定会来练习一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做哦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现在呢，我们来观察自己的气息，不论呢是在鼻腔间，是在喉腔间，是在胸前，是在腹部，甚至贯穿到脚底，甚至贯穿到脑中，甚至呢，我们来观察一下自己的吸气、吐气是在鼻腔间还是在喉腔间。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让我们呢一起来感恩3件事情。不论呢今天在工作上，在不管跟同事上，在跟朋友方面，跟家人方面，甚至呢跟陌生人，跟服务人员，甚至呢今天你的老师，我们都来做感恩3件事情。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也感恩你上来聆听雨涵的
广播电台。你是否也做了感恩的3件事情呢？还是你也学习到腹式呼吸法了呢？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晚间的8点钟都有在做雨涵电台的直播哦，别忘记帮我订阅、关注、按赞，帮我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分享至脸书，分享 IG， 分享至LINE 群组。感恩大家，也感恩我们的韵柔以及淑芬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感恩淑芬姐，感恩你。我最辣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线上有很多好友哦，感恩我们的追忆大大，感恩我们的车哲，感恩我们的九熊，感恩我们的脾气呢小蘑菇，以及感恩我们的 F 大大，感恩我们的追忆大大，感恩我们的 N2K3Y 大大，也感谢我们的车哲哦，还有感谢我们的 PYRO 大大，以及感恩我们的韵柔，感恩我们的淑芬姐，感恩你。也有去听师父直播，对不对？要常上来听雨涵广播电台的直播，常给我们出个声音，常给我们一些力量，让善的循环继续来做下去哦。线上朋友呢，如果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尽量的继续来打上来。节目的最后，等一下会继续来听引豆打金枝的 CD 专辑。我来看一下车哲所说什么。每一天的忙碌，我自己呢每月呢都有固定一天呢去咖啡厅。哇，然后呢去到这个咖啡厅呢，它是浅焙的咖啡，泡得很好，你可以慢慢的闻，它有一个咖啡的香气，有个果酸的甜味，慢慢的呢在嘴里滚动，不要太大口，慢慢的化入你的嘴里。大肚子它有一个香气的甜味，香气酸味的甜，然后呢能够带给每个人每天呢有个咖啡的这样子的美好应用哦，分享给每个人哦，感恩大家，也感恩我们的车哲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有机会去台中找你喝咖啡，你说好吗？哦，有机会去台中找你哦，可以一起去咖啡厅，可以一起去公园走走散个步，可以一起呢约个地方呢聊天。如果你有到台南地区呢，也欢迎来找雨涵电台哦，欢迎来找钱蛋雨涵有机会也可以上电台来跟我们做个聊天节目。感恩大家哦，今天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晚间8点钟都有在做直播。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因为呢刚刚网络的问题，所以呢这是第2段的直播节目，才会直播到9点半了超过了来，节目的最后呢，来给大家放我们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来做个结尾。如果呢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的，尽管呢打字上来，我会下去做观看，也会回复给大家哦。欢迎大家每周一到每周五晚间8点，明天雨涵电台再会咯。温阳广播7相相心不怕心不留，为爱多做去白首，连绵今宵老优秀。红
连理，心境凉冷两富贵。然后呢，有在观看雨涵广播电台的朋友呢，会发现哦，这几天的直播节目，我到节目的最后呢，都会开始灌水哦。我们每天呢都要喝这个自己呢体量呢，不管是2000cc 的水、3000cc 的水哦。所以说呢，大家哦别忘记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没事哦。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有空闲，甚至呢你现在呢旁边就有你的水壶，旁边呢就有饮水机，请你呢也跟着一起盛杯水来喝吧。哦，润一下自己的喉咙，养一下自己的身体，也感谢大家今天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过渡美好的一天，这样子善的循环健康的身体，感恩大家上来聆听，我们明天再会咯。生病公主，军队正是怪命。金鸡玉扣出身帝王家，老君得劲过害我驸马，照因爸囝高官显将好名声。哼！早你看我前去拜寿，行大礼，所思又受。唔甘将礼赔，老军队神将头家，过爱呀，过爱，唔通嫌家想要趁红杯。太祖今必要领红兵，为父替君王守礼亭，为多公主不尊行，驸马怒悔满心兴。一老生病，要万幸。心家白不将礼敬，听说笑我老君的因，为我做伊论好命。怎能惊伊小小红灯？我看到呢，我们的策哲说呢，很欢迎呢，我到台中去找他喝杯咖啡。那策哲你在台中的哪里？然后呢，我留个我的赖 ID 给你哦，甚至呢，你要去加我的脸书，甚至 IG 呢，要记得哦，跟我说一下哦，因为呢，我没有找到你的那个脸书或 IG 这样子，那呢，我留个这个 LINE 的 ID 给你，线上好友呢，如果有什么样的歌仔戏问题，甚至呢，你如果有想要这样子的直播设备，然后呢，甚至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问，也都可以加我的 LINE ID， 都欢迎大家哦。那呢，我们今天直播节目到这里，然后呢，留个这个赖 ID 给你们然后呢，我们底下有我们赖群组的这个连结，也都可以呢连结下去加入我们的赖群组。每天呢，这个都会有新资讯上来哦，感谢大家。世上好定啊，是伟大。虽然为尊，你甘知？天地官亲属，着招牌。
真相，你敢不知？在甲好命对你的疼惜，高贵公主犹如天上星。出家了，你对水灵尊敬。新平公主对我爱水平。凭你的身份甲地位，你用带我经济要求帝王里，全靠你家照即卖荣华甲富贵。我只是无去拜受你，安怎插伫你的目，也是顶着你的位？新平，你大敬畏国家的新妇，尊敬公婆是恁家爱做的代志，原定寿诞的家期，默默把我坐到位，将为兄做新相又成对。你无去拜寿太离，我单独一人上去开，并非我过爱轻视你，嘛你心命在你家念天。你敢骂我唔知你家念天？我单单要抗你，倾吐圣贤诗。我招你瑞强享富贵，你我唔是一般的夫妻。驸马，咱的身份怎能比？我红红点金鸡，你抢了迄手机，唔通伤看重你家己，总只惊检讨是议会。